期小兵團嘅表現好好喎，薯片小兵團，你哋又準備好未呢？準備好。好，咁依家我想你哋幫我收集一個雪糕同埋香蕉，可以開始啦。加油啊！要收集啲咩啊？哇，好犀利啊！到香蕉啦。係啊，都好犀利。係咯，咁依家你哋幫我收集埋啤梨啊。好，啤梨，你可以行過嚟少少喎。啤梨，瞄準佢。哇，好犀利喎！咁不如幫我收集埋水蜜桃啦。哦，水蜜桃。不過呢個要超大力嘅。係啊，好，行過少少俾哥哥行過嚟。哎呀，唔緊要，再嚟多個。係啊，你哋仲有一次機會㗎，每人都有。哦，都係啤梨嘅。嚟咯，仲有一次機會。哇，完全成功啊！薯片小兵團，你哋好犀利啊！你哋成功幫我收集雪糕、啤梨、香蕉，仲有水蜜桃，所以係任務成功嘅。好耶！耶！頭先兩隊都任務成功，所以都可以獲得健康零食秘笈。多謝。見你哋表現咁好，不如請你哋食啲